乡亲啊，继续来看这做议员是做甲真嚣摆。这架啉酒开车的车号肇事者是云林县无党籍的议员林清，伊甲一台轿车来相撞，互送到病院。毋但无爱互酒测，嘛毋肯伫个酒测单的面顶来签名。看到互伊弄到的民众，举手机出来咧录影，佫共叫哦。事后是有来道歉。也毋过，这个议员平常时拢会伫个面册来宣导，叫人毋通啉酒开车。但是即摆咧，毋但家己啉酒开车，佫一度无爱甲警方来配合，实在叫人毋知要安怎讲伊才好。你要不要配合我们做酒测？不要哦，不要。那车祸我们刚刚只能用抽血的咯。云林县无党籍议员林清甲民众发生车祸了后，送到病院，规身躯拢酒味，唔肯配合警方做酒测，连咪讲要落嘴，连咪佫走去变数。没有半个小时啦。而且医院那边送过来早就超过了，已经1个小时。互伊弄到驾驶用手机持续录影，林清最后只好配合酒测，但是又佫拒绝伫酒测单顶面签名。议员本酒测无要签名啦。我袂建议，我来多甲伊有钱。伫病院咧吵吵闹闹，伤口说就是伊曾经伫面册顶面有分享啉酒开车造成囡仔变成孤立的新闻，呼吁大家爱建立啉酒无开车、开车毋通啉酒的纪律，但是家己却真做肇事者。咱全国身为公众人物吼，食酒吼就一定袂使开车，所以咱感觉这点我要甲社会大众吼，咱做了不良示范，要甲道歉一下。林清出面道歉，警方强调袂因为啉酒开车的人是议员，就特殊的待遇，一律拢照定时依法上办。